心的道理。所以我从日我真正平心，我给他见识，我非常非常的欢喜。所以这点当中就讲，苏摩地已经得到了一个平等议题、平等议题的一个议题。因为后来咱今日有一个有所得、有所得，定义这个物件，拢已经会失去了迄个平等。有所得，有能得，有所得，有一个能得，有一个所得。有一个能所，有一个能得，有一个所得，这完全拢失去了这个平等议题。所以呢，我想这第二做条件来讲，能所具名，这个能所要具名，性相才。